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約伯記第21章第1節至34節，主題係約伯朋友的安慰是空洞無益。作者喺約伯記第21章記載，約伯請求佢嘅朋友耐心聆聽佢嘅說話，因為約伯抱怨嘅對象係上主而唔係人，所以朋友對佢嘅指責係毫無意義嘅。約伯觀察到，惡人往往平安無事，享受繁榮嘅生活。惡人嘅家業興旺，子孫昌盛，並冇好似佢嘅朋友所講，行惡會立即受到審判。約伯質疑上主嘅公義，認為惡人唔敬畏上主，但都可以享受安逸，同佢啲朋友嘅觀點有矛盾。約伯指出，惡人死時同義人係冇分別，令人困惑。最後，約伯斥責佢啲朋友嘅結論係錯誤嘅，認為佢哋嘅說話空洞無憑。約伯反問朋友，係唔係真正了解惡人嘅結局，同埋要求佢哋停止妄加判斷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約伯記第21章記載，約伯觀察到惡人往往平安無事，享受繁榮嘅生活，行惡者並冇立即受到審判。咁當面對唔公平嘅現象時，你會唔會都仍然堅定相信上主嘅公義同計劃呢？